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来先练今仔日要唱的圣诗，咱先对上，毋是除了上言以外上落尾迄条，就是讲到了来回应讲到的迄条圣诗第583首，咱对后壁唱转来吼。583首愿主存你圣手。第一节，愿主存你圣手，牵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检采伫黑暗暝，也是伫山坎青烟吼。好，有出来。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要言前。这是第一节，咱来看第3节。的歌词，救主甲我安排，我所着啉的杯，若是主你所爱，决断无要失退。无论心肝欢喜，也是悲伤失志，主你着定满以我愿伸手来治吼。咱咧唱的时阵。虽讲有 PowerPoint， 确实若是会当请大家有缘摕圣诗出来，因为有足侪字，毋是咱平常时伫讲话的迄个发音吼，就是讲来钱，毋是来钱，毋是来食吼，那个都有押韵在。第4节，虽有滚白凌辱，搁有死死。陷害我若受主体恤，心就安然自在。愿世界前罪恶，拢袂伫主面前，通食做上帝国，亲像美妙天庭。咱来唱第1节、第3节、第4节，速度爱小可紧者，因为这首歌圣诗真紧，真容易，愈唱愈慢，愈唱愈拖吼。毋通咱来。照咱琴的速度吼，第一节3来。
会记得咱唱的时阵，唔通袂记真好。好，是第二首圣诗第194首。好，这首圣诗咱真写吼。小可注意的是，伊是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开我的喙唇。咱来唱，咱直接来唱第3节。来，开我嘴唇，靠我耳朵，传播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我的臂膀，耶稣的头门向世界，那我天经地天我里。我心明白爱你之心，亏我虽痛苦我不用极深的心。好，唱这条圣诗的时阵，伊的拍数是，有一点仔像圆舞曲吼，咚咚咚咚咚咚，所以咱咧唱的时阵，爱小可听更轻底抒情底段，咱唱伫迄个拍数的顶管吼，慢慢安尼想圆滑安尼吼好。今仔日咱爱用较济时间来练圣诗第8首。圣诗第8首，举目观看强强无强。这首圣诗的歌词实在是无好读，所以咱若是会当，请甲圣诗摕出来吼，有足济的陷阱吼。譬如讲第1节，举目观看无限强强，毋是无限强强吼。千万千星布满天空，河海交争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风光。日头出现，东升西落。我今日已经唱3届，搁唱唔对吼。东升西落，西落你看第4届吼。彰显上帝关联，创造一发光辉照遍宇宙，四顶大灵统管万物，万有，实在是真实嘞。你就知影这首诗是偌歹唱，所以咱来唱全首第1节、第2节、第3节。目睭若是会当看到圣诗的歌词，拜托各位，等下要唱圣诗的时，绝对爱将圣诗拍开来唱吼。三来，夜晚观看无限强壮，千万气息。一项吼，头前是夜晚，个第2段是河海，用个后壁是日头伊发，所以是无写共的迄个曲调。咱来唱第3节。三来，日月七星。
主伟大的创造。感谢咱的时间到这，请咱备办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这是礼拜要开始。恁囡仔着我担重担的，着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做伙来吟圣诗第8首，夜幕观看强抢无强，请起立来吟。
咱犹原徛咧，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圣的安息日，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愿知这是你赏赐予阮上大的福分。阮会当搁一遍通过主你赎罪的恩典，来得到罪的赦免，得到主你赏赐予阮活命、真理甲道路。互阮因为安尼会当真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所应允的福气。伫阮每一日平凡生活的中间，愿知你甲阮伫地；伫阮忧伤甲喜乐的中间，愿知你也甲阮伫地。阮的教会、阮的社会、阮的国家，拢需要仰望你，需要主你的引带。你要互阮的教会灵命成长，需要得到满足。读圣经、传福音，荣耀主你的圣尊名。你要互阮的社会健康、喜乐、平安，有主你的恩典充满。你要互阮的国家有平安、有充足的发展，无惊歹人恶毒的破坏侵略，因为阮有你的家宅保护。主啊，阮知阮有存在做无够业的所在，但是阮知主你有缘要做阮的瓦靠，做阮的帮站，互阮无论境遇好歹，拢有主你的带路，有你的照顾，互阮的肉体安然自在，心灵有真实的平安，互阮的信仰会当结连伫你，哪来哪坚固。阮即时也要搁一遍，为着教会中年长的长辈来祈祷，因伫年轻的时听主、听教会，为着教会的事工尽力来拍拼。但现在因年纪渐渐大，身体有时拄着病痛，行动不方便，常常爱出入病院看医生。因有时袂当到教会来敬拜你，但是阮知因听主、敬拜主你的心，拢无减少。求主你特别听因、照顾因、安慰因的心灵，互因伫年老的时有享受到主你对因性命的安慰，子女的孝顺，有健康、有平安，安享因年老的生活。主耶稣，求你互阮会当亲像你，对劳苦到安息，对危险到安全，对苦难到安稳，对见笑到荣耀，对受难到荣光，对十字到冠冕，得到所仰望的享受、相信的。主上帝，阮的心仰望你。愿迫切羡慕你，愿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出声讲。愿的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成，你的日亲像天意。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所阮入敌去，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来献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0篇，这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六兵天使，徛伫树后。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前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
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看着万军的统帅，有一个希腊佛天使飞起来我遮。将团捂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阁来吟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去，请咱起立来吟。请坐，搁额头三角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愿受竞选做你圣洁的国民，搁一遍伫你宝座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愿相信你意爱用你的话来，互阮的灵魂得到精英，也要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会通接受做你囝儿的本分，学习照真理来活，行伫你永活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这是记载伫罗马书第3章，咱要读第1节到20节。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20节。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甲你有啥物利益？伫各方面拢有真侪好处。第一，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因中间若有人无信息，因会无信息，减会互上帝的信息，
变做无效，绝对无。甚至所有人拢白察，上帝也一定是真实。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的时会胜诉。毋过，咱的不义若会当显明上帝的义，咱会当讲啥物？我照人的想法讲，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绝对毋是。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我的虚假若会当互上帝的真实搁较明显，互伊搁较有阳光。我若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安尼伊无讲。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因应该受定罪。那安尼，咱犹太人险有较赢外邦人？无，因为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管辖。照圣经所记载，拢无义人，连一个拢无，连一个都无。无晓悟的人，拢无人找求上帝。人若背叛上帝，拢行迷路，拢无人做好事，连一个拢无。因的牙喉亲像开的梦，因的喙齿干燥，因的喙唇有蛇的毒，因喙内充满罪恶咒诅。因行真紧，要害人流血。因行过的路，拢有毁灭悲惨。平安的路，因毋捌。对上帝心无存敬畏。当然了解律法一切的要求，是对伫律法下的人讲的，互人拢袂当辩解，互全世界拢受上帝审判。所以无人靠守律法的条文，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对律法，人才知啥物是罪。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现时，请圣歌队。
刚德请郑养恩牧师。各位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沙诗班今仔日用这首真水的歌吼，一首感谢的祈祷诗吼，引带咱来敬拜上帝。这首歌用俄罗用感谢吼，咧讲起人生中间的愿望，会当讲甲咱今日的经文吼，拄啊做一个平衡安尼啦吼。咱今日读的经文不只沉重吼，内底讲起全人类的罪吼，伫人捌罪的常时，咱嘛无会记咧上帝赏赐的恩典，用感谢的心来过逐工的生活。咱今日读到罗马书第3章1节到20节，这段是保罗论到人的罪，是讲人的不义。是讲用较普遍的话，讲人类真实的境况，这是足长的一段，为1章18节，一直到咱今日读的3章20节，拢是咧讲这个部分。咱若小可回顾一下，伫1章18节到32节，保罗伫遐是主要针对外邦人的罪，特别讲起外邦人。拢落落去迄种偶像崇拜，无将荣耀感谢归予上帝。第2段2章1节到16节，是特别针对遐个真傲论断人、真傲批评人，家己认为家己比人较悬的遐个道德家所发出的一种批判。咱前礼拜2章17节到29节，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犹太人有法律，但是犹原经袂起法律的即种的控诉。到今仔日进入3章1节到20节，就要讲起全人类的社恶。咱拄仔咧读经文就知影，保罗伫遮伊继续使用一种对话方式来表达伊的论述，伊若亲像设想讲有一个甲伊咧辩论的对手，伫今仔日的经文来读起来，真显然，伊甲迄对手看做是一个犹太人，伫遐两个伫遐对话，来去去，第1节到第8节，咱就看见伊安尼有世界的即种辩论，世界的辩论。事实上，伫顶一段，保罗已经甲犹太人的问题讲较足清楚，嘛证明讲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爱面对上帝生气，伫上帝面头前拢徛袂牢，拢无法度伫上帝面前靠律法来称义。安尼对手就开始问头一个问题：上帝安尼当初为什么要竞选犹太人？犹太人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吗？所以第1节伫遐讲，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割礼有啥物利益？保罗的回答是讲，伫逐方面拢有真侪好处。伫遮学者 Cranfield 伊的翻译真无共款，伊讲毋是逐方面拢有好处，伊的翻译甲咱今仔台语圣经小可无共，但是伊的意思是安尼，有真侪好处无毋对，不过到最后，犹太人嘛是爱面对上帝的审判甲控诉。有啥物好处呢？第一，保罗讲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确实原文讲罗基亚话，上帝诫命、上帝法律、上帝话语，上早通过摩西已经互犹太人啊，这当然是好处。犹太人是人类内底上早去接触到上帝
会话的人。第二个好处，第3节到4节，保罗伫遐回答讲，上帝对犹太人会永远是信实的。伫个对话中间讲，就算犹太人失信，嘛袂互上帝变做无信心。第4节遐保罗佫引用诗篇51篇第4节，伫遐替上帝的信息来讲话。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的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的时会胜诉。那讲到有第3个好处，就是咧第5节。第5节伫遐保罗讲，上帝义是无通质疑的，上帝义是徛会牢的。啊，伫遐因为对手那亲像有想要开始用一种诡辩，诡诈的一种话要来甲保罗论辩。伊讲，咱的不义，哪会当显明上帝义？安尼上帝对咱生气，敢毋是不义吗？保罗伫遐回答讲，绝对毋是。若是安尼，上帝要安怎审判世间呢？第6节。到第7节、第8节，对方的控诉搁较严，而且搁较有技巧。伊伫遐讲，我的虚假，哪会当互上帝真实显甲明显，互伊搁较有阳光？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呢？安尼，咱毋讲，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而且两个拢真诡辩的话哦，我的不义，然后上帝变做愈好愈阳光，安尼伊哪会讲，搁判我是罪人呢？安尼咱就来做歹就好啊，做较济歹，会互上帝变做好事的实现啊！这是真明显，咱看见保罗伫遮咧回应一个伫现实生活中间，伊可能捌拄过的控诉，就是控诉伊变做一种反律法主义。保罗因为常常咧讲信心，咧讲上帝恩典，所以有人讲啊，你就是咧反律法，你就是咧鼓励人毋免阁守律法。活伫上帝恩典下面的人，就毋免去互律法规范控制。甚至可能有基督徒伫遐讲，咱敢袂使继续犯罪，互上帝丰盛的恩典搁较侪，搁较显出阳光吗？关于这部分，保罗伫第6章会搁较深入来讨论。咱到迄个时阵，再搁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伫遮要指出的是，反律法主义确实伫历史上一再出现。16世纪的时阵，路德会内底，路德的一个学生就甲伊辩论，用反律法主义甲伊辩论。后来英国的清教徒中间，嘛有即个反律法的论争。这人拢用同款的一种论辩讲。基督已经为了咱守律法的要求，佮甲迄个功劳已经归互咱啦。安尼咱是毋是就毋免佮守律法啦？咱就享受上帝恩典就好啊。这个问题确实有时阵会伫基督徒的想法内底会走出来，咱将来佮讨论。今日这几段拢总安尼来来回回4届伫遐论辩。会当讲对方真诡诈，用迄种真特别的一种表达方式，要来甲保罗，敢若讲要甲伊陷落去伫不义中间。但是保罗真有技巧，伊颠倒用一种修辞的方法，互对方承认伊家己是有问题的啦。德国学者 Jewett 伊用修辞批判法这个方法，甲咱点出真要紧的所在。你看保罗伫迄个对话中间，真有技巧，将对话的人带入去到承认家己的问题。
第3章第50讲，咱的不义，安尼就是表示讲犹太人嘛爱承认伊是不义的啊。第7节讲安那，我的虚假，安尼表示讲你承认你是虚假的啊。到第8节，保罗讲遐中伤我的人应该受定罪，安尼表示就是讲犹太人爱去互定罪，迄个对手爱定罪。所以保罗伫遮，互对方承认家己是不义的，是虚假的，是应该受定罪。这是一个真高明的一种论辩的方法。但是这个目的是啥物？目的是要互对方承认，伊家己所代表的迄种世界观是错误的。主维特，伊讲保罗的目的是要拍破古代罗马世界，以及咱现今的世界内底迄种尊卑荣辱的迄种世界观。有个人特别地位特别悬，看轻地位低的人，啊是讲认为家己较优越，啊是因为安尼看轻别人，啊这特别咱讲起犹太人甲外邦人这两阵基督徒伫罗马教会内底处境的时阵，这对话就真有意思。啊，咱今日到上尾啊，再来看这个问题对咱今日有甚物款的提醒。咱来进入第2段第9节到20节。保罗伫遮伫讲起所有的人拢是罪人。经文的关键是咱今日规段经文的真要紧的关键，伫第3章第9节。伊遐讲，若安尼，咱犹太人敢有较赢外邦人？无，我已经有指责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受罪管辖，拢受罪管辖。中文圣经就是咱今日讲到的题目，拢伫罪恶的关系下面，拢伫罪恶的关系下面。受罪管辖，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表达方式。为遮你去为这个表达，咱来认捌什么是罪。罪哪真就是有人格。罪那就是一个有位格的 personal， 伊敢若一个主人，伊有主导权，啊，所有人拢变做伊的奴隶，互伊管辖。希腊文表达方式讲，hypo 就是讲伫什么的关系下面，伫什么的权的下面，咱伫读福音书的时阵，马太第8章有一位罗马的霸总百夫长，伊嘛用同款的表达方式。伊讲我有足侪兵丁伫我的权的下面，伫我的管辖下面，伊同款用即个虚破方式。所以保罗伫遮用互罪管辖，是咧表达一种状态。一个人若活伫一种无基督的状态，伊就会落去伫罪的指挥、权威，还是统治的下面，而且无通道歉。嘛有学者另外安尼指出讲，拢受罪管辖，嘛有迄种去互罪教入去，主动参与的即种意涵。类似讲。陷落伫罪恶的中间，还是讲有一个学者讲，咱已经将脚踏入去罪恶即个陷阱内底啊。圣经常常用网络即句话来表达即种有意无意、主动还是被动，去用教入去，去用摄入去伫即个罪内底的状态。所以，这个罪的关系是逐位拢无所不在，而且伊可能用各种方式伫展示伊的权威，伊的关系。咱最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伫遮咱嘛爱注意，罪这字头一摆伫罗马书出现，
话咱讲头前1章到3章，拢咧讲人的问题，但是做即字拢还袂出现过。今仔日头一摆出现，即字哈马蒂亚，哈马蒂亚即字为旧约甲新约，拢有共款的，常常出现的共款的迄字。伊的意思就是讲，射箭要射迄个目标，射无准。咱有时咧看这奥运迄个射箭的比赛，哇，拢差一点仔尔，爱射入去迄个中心，愈啊中心分数愈悬。做即字，伫遮开始出现，一直到第8章，拢总会阁出现50届。所以有人讲，罗马书这本册啊，上面敢若咧讲文典，另外一方面其实主要是咧讲罪啊。所以这字罪无写准，写袂准，意思就是真抽象的意思啊。伊毋是咧指讲具体的行为，你做啥物代志，你做啥物代志是罪，毋是，是咧指讲你的规个方向毋对去啊。你人生的目标毋对去啊！你定目标定错啊！你已经走前去啊！你的目标本来是上帝，你无要将上帝做目标，你就歪去啊！你就歪去啊！所以为罗马书1章到3章，咱安尼一路读起来，伊是真正保罗是用真有说服力的方式咧。帮助咱去认捌人生的状态。为头前开始讲起，为头前开始讲起，人的起步就已经偏差去啊，偶像崇拜。然后到后壁开始讲起真侪人的生活内底迄种犯罪的方法。到这个时阵，迄个主题走出来啊，原来是你的目标规个拢偏去啊，你背叛上帝，你用脚趾饼对上帝。到咱搁读落去后礼拜3章20、21开始，保罗就讲人亏欠上帝的荣耀。你看一连串这表达，互咱愈来愈清楚认捌人的状态是安怎。对第10节开始，保罗讲拄啊照圣经所记载。所以，伊就为旧约引用7段的经文，敢若甲编辑起来，变做一段诗安尼，咧描写人的犯罪。这7段的经文，包括为诗篇几若段来，对以赛亚书来，搁对其他最后一段嘛，搁为诗篇来。保罗到19节讲。这个就是上帝的法律，上帝法律。咱咧读这7段的经文的时阵，真有意思，真画面真生动，真生动。保罗用人身躯顶无共款的部位做上灯，为11开始是为内底到外口，最后搁倒转来到。真有象征意义的目睭，因为第11节、12节，一直读到17节，搁倒转来到目睭，咱来斟酌甲看的时阵，先为心开始，第11节伊遐讲无人晓悟，晓悟就咧讲人的心，无人晓悟，无人咧追求，这是心。12节。讲到手，无人做好代志，做代志就是手嘛。到13节，脑后亲像开的梦，然后喙齿干燥，喙唇有毒蛇的毒。14节，喙充满恶毒咒诅。为心到手到喙，然后15节到骹，因走真紧，
急要杀人闹血，16节行过的路拢有毁灭悲惨，17节因毋捌行平安的路，拢咧讲骹拢咧行歹路。到18节，上尾一个表达就是目睭啊。哦，咱的即个新的台语翻做讲对上帝心无存敬畏。哦，原文是目睭中无敬畏，目睭中眼目无敬畏。哦，即节嘛真有意思。18节讲对上帝目睭中无敬畏，拄啊好甲旧约圣经内底咱拢真熟的箴言1章7节，咱定定咧讲的。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拄啊做对比。哦，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而且讲因的眼目中对上帝拢无敬畏，哦，拢无敬畏。所以保罗用一连串旧约的经文，要甲咱描写罪人的罪。哦，啊，真有意思是第12节的表达嘛，真有意思。12节讲。人拢背叛上帝，拢行迷路。行迷路，这字原文是阿克雷乌，阿克雷乌希腊文讲阿克雷乌，阿克雷乌就是讲变做歹去，变做无路用。哦，和合本甲翻做讲拢行败坏。哦，学者甲咱讲，这字真有意思。这字普通时咧生活中间是指啥？咧食的牛奶。还是咧食的cheese、优格安那变酸去啊，变歹去啊！你规罐拢爱倒掉啊！人拢总变，人的心无敬畏上帝，无基督，变酸变歹，人生规个变酸变歹。保罗用安尼咧表达。好，到最后19节，伫遐讲。律法一切要求是对律法的人讲的，连伫律法下面的犹太人拢无法度辩解，何况所有的人呢？搁较特别是即节内底迄个法律即字无冠词，无冠词就是要求讲伊无一定是咧指犹太人的律法，会当指所有文化内底的律法，还是应有的即种想法。所以所有的人。拢要因为因有的即种法律，还是迄种价值观来受上帝神圣的审判。20节讲，无人恪守律法，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无人即段是为诗篇143篇第2节引来。原文迄个无人是既若有血气的人。既若有血气的人，读到有血气，咱可能马上联想到肉体。但是对保罗来讲，伊伫罗马书讲到肉体的时阵，毋是咧指人的身体血肉之躯，毋是，是咧指人整个的存在。人内底内心到外口，拢有迄种反抗上帝的倾向，甲迄种欲望。所以整个的我。拢伫罪内底。最后20节的上尾啊，嘛真有意思，是一个真要紧的重点。伫遐讲对律法，人才知什么是罪。咱今日读几段经文足沉重的，拢咧讲罪，但是到最后一句话开始有五望啊，开始有什么五望啊？律法有好处，毋是无好处的。律法互人知影罪，知影罪。啊，即句话内底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是，知影罪，甲承认罪，敢是共款意思？而且经文讲 knowledge of sin， 知影罪，甲讲啊，我认罪，我承认我有罪，哇，这是足关键的问题。知影罪，敢会互人开始行承认家己有罪，这拢是互咱思考的问题。
各位兄弟，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对咱有啥物的启发？咱最后简单来做几个整理。头一个，保罗咧讲犹太人，伊有真特别的看法。伊认为犹太人确实有特别的地位啦，但是呢，伊特别强调这个地位是为着特别的责任。但是犹太人无安尼想，真侪犹太人认为这个地位是因的特权，所以互因自高自满。对保罗来看，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特别互因一个责任，爱将福音、上帝的律法分享给全世界人。但是因失落这个责任。不过咱到这，唔通先对犹太人做伤紧的结论，因为咱一路读到尾啊，特别第9章到11章的时阵，会读到保罗对犹太人更较完整的论述。而遐保罗讲，上帝谴责犹太人是对的，但犹太人内底嘛有相信的人。犹太人最后嘛在上帝计划内底，所以犹太人毋是拢总无机会。这是咱伫罗马书内底特别对犹太人真要紧的看法。第二，保罗咧看普遍的人，又特别强调罪就是无顺服开始的，反抗上帝就是罪。迄个英国的诗人缪顿，John Milton 写即个《失乐园》，《失乐园》这本册，内底就讲起咱的人类的始祖。头一届反抗上帝，就是全世界人类罪的开始，罪的开始。第二，保罗讲到人普遍的人的时阵，佫有讲到一点真有意思，特别就是咱今110到80所看到的。伫遐讲，人若犯罪的时阵，会展现一种真厉害的技巧。要为家己的罪辩护，咱看见遐世界对话拢是咧辩护，人咧想要家己辩护。譬如咱拄仔讲的迄种讲法，罪互上帝机会啊，互上帝表现伊的荣光甲公正啊。若安尼看，罪就好代志啊。这种讲法就是人要辩护。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阵，咱倒转去看咱今日经文的最后一节，律法是要互人知影罪。人犯罪的时阵，无应该技巧来为家己的罪辩护，是应该伫知影家己是见笑，知影家己是毋对的，伫忏悔中间来谦卑承认人的罪。这是保罗今日对所有的人一个提醒。最后，什么是罪？我想这是真值得咱好好思考的。咱拄仔已经讲到啊，罪就是不义，写钱写袂着忠心，意思就是讲，甲上帝关系无正确。咱搁落去的经文，就要开始甲咱讲，要怎样会咱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所以知影家己的罪，才会咱开始想要当心。来面对上帝，所以罪甲咱提醒，罪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咱若今仔日有人甲罪定义讲，罪就是自我中心，罪就是人真自私，安尼甲他讲到一半尔，因为无讲到上帝。我做自私，所以我有罪，这是哲学内底咧讲的。但是圣经咧讲罪。一定要讲起甲上帝的关系，这个呢，伫一般学者的分析内底，罪会当用3种形式出现：个人的罪、大自然内底的恶，最后一个是社会性、结构性的罪。个人的罪，这咱毋免过头讲，大家拢足清楚。规本罗马书头前拢咧讲这。伫上帝眼中，人拢是罪人。几礼拜前，我有提起裴明明先生最后要信主的时阵，家己讲，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罪代表咱外在、内在的态度、人生。上帝爱咱，知影家己是活伫罪中间，这是个人性的罪，真要紧的。但是今日对咱来讲，搁较要紧的，可能爱去认捌的是结构性的罪，还是社会性的罪。我小可甲学者讲的这种社会性的罪，甲整理理的，搁包括咱最近世界发生的真侪代志。我安尼甲简单甲整理一下，就马上写出8项啦，写出8项，包括帝国的罪，各种社会的帝国的罪，啊是讲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迄种的久长的伤害，嘛是罪，生态的问题，这嘛是，啊是讲咱即几礼拜一直咧讲的迄个。伫文化内底有一寡迄种尊卑荣辱即种的观念，这嘛带来人对别人的看法的，还是对上帝认捌的错误，这嘛是罪。不过我今日要较小可详细讲一两项。头一个，纳粹时代迄个种族主义，这是史纳加巴特。写罗马书释义上要紧的一个原因啦。伊发现讲，德国基督教是迄个时代是全世界上敬虔的基督教。个人的基督徒信仰嘛拢真好、真认真。路德马丁诞辰的时阵，全德国咧举行偌尼大的庆祝纪念。但是另外一方面，规个国家充满种族主义。当纳粹政权高举雅利安主义，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优越的民族的时阵，所有这个敬虔的基督徒拢恬恬无声。至到犹太人少数民族拢受到压迫屠杀。对巴特来讲，罪，咱来讲个罪的关系，咱人拢在罪的关系里，迄个罪袂使干那停止伫个人性。迄种意识形态、国家主义的面，对人造成的伤害，同款是足严重的罪。第二个例，独裁政权，还是白色恐怖，这种的文化下面受的带来伤害。为去年开始，我伫咧总会研发中心有带一组人伫做转型正义的研究，特别研究长老教会受监视的这个政治档案。伫读这个档案的中间，更较深去体会到，伫迄种威权统治下面，迄个罪的关系是遐尼啊大。侪人加入去内底，有诶主动，有诶被动，有诶有意，有诶无意，去泄露人诶秘密，去做线面，去报马仔。但是这人拢可能是真，表面看拢是可能是真好诶基督徒，但是伊嘛被迫参与伫即个罪恶诶体制内底。更较严重诶是，即种转型正义诶工程，互咱看到，当时迄种白色恐怖诶文化，怎样互遐个受害者，更较深陷落伫罪诶迄种陷阱内底。后代诶人嘛受到足严重诶侵害。侪咱研究228事件诶时，就知影，侪这后代，佫感觉讲因诶先人是毋对的，是罪犯。因家己嘛感觉家己继续活伫迄个原罪内底。哇，原罪即字向摕来用伫即种白色恐怖的文化内底。我捌举例讲，我去阿里山祖族参加因的一个研讨会，当时
咱知影祖族是唯一原住民内底有参与伫第二捌事件的族。后来内底几个要紧的领导者，高医生、汤守仁、吴义德，有会去用枪杀，有会去用关足久的。但是因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当因甲阮的对话时阵，还佫为着因的祖先人，遐甲大家下失礼道歉，感觉讲因为着即个社会造成真多的问题。即种将罪内化，将罪恶感内化到家己的即个家族内底，通讲的上好会当说明即个罪的网络是甚物意思。所以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对保罗遮尔用心，为第1章到第3章咧，甲咱描写人的处境的时阵，特别伊怎样咧分析罪的时阵，希望咱兄弟大家做伙好好学习，也当去思考罪的迄个复杂性，以及伊对人的迄种的严重的影响，特别对即个结果性的罪的可能，搁较侪认捌，搁较侪思考。咱嘛安尼搁较常知影家己怎样参与伫处理罪、解决罪的即个信仰的功课内底。咱做伙三角下头来祈祷。阮念听人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通过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的经文，互阮学习什么叫做罪恶的关系，也互阮清楚知影罪存在的复杂性，伊所影响的层面是何等的悬跨深，至到每一个人拢陷落伫即个中间。总是有时阵我毋知影罪的真实的面貌，恳求你赏赐阮智慧，搁较深去认捌我家己，认捌阮的世界，认捌即个世界中间遐个结果性的存在，互阮知影罪通为遐开始来转向你，来追求信仰的新的可能性。恳求你继续引带阮对罗马书的信仰功课有深的学习，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583首，愿主顺利圣手，请咱起立来吟。
济。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做伙来祈祷。第一项，今仔日是教会社会奉献主日，咱要为着教会社会奉献主日的奉献，甲事工的推展来祈祷。第二项，为着人甲自然的关系，做环境的好管家来祈祷。第三项，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规划来祈祷。这时，请咱开喙做伙来祈祷。这时，请保险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公义圣洁的上帝，感谢你，互吊管做你的门徒。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教社主日，为着祈求上帝国的价值，实现你的旨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教社委员会目前规划4大主题的事工，分别是社会公义、环境的保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甲社区的关怀。阮同心共敬，将这个事工仰望交托伫主手中，恳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成全阮的事工，搁看顾同工有对你来的贴心、热心甲智慧，遵趁你的旨意来行。主啊！今年7月是历史上上热的一个月，阮知是阮自顾重心，为着经济发展甲人类家己的享受，过头使用地球的资源，袂记得阮应该疼惜你创造的万物，甲自然有和谐的关系。主啊，阮谦卑伫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的误负，帮助阮定心思考你创造天地的意义，负责任看顾这个世界。求你恢复阮甲自然有好的关系，引带阮学习做环境的好管家。疼阮的上帝，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今日开始报名，感谢你透过以前的课程，互兄弟姊妹做伙分享学习。伫你的会议中，人民得到启造，嘛感谢你保守今年秋季班的课程规划拢顺利，有好的老师，丰富的课程，互阮会当搁较认捌你、亲近你。恳求主继续保守圣经学校报名甲上课，一切拢有你上好的安排，互搁较侪会友来参与，互讲的甲贴的。都拢得到满满的祝福，生命会当成长，信仰得到坚固。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看周报通知事项。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教会甲社会的纪念主日，请咱大家为着这个主日做伙来祈祷，甲因的事奉献，甲因的事工。第二项，这个敬拜部门有这个要来举办这个音响操作甲控制的这个训练，是伫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伫咱的小礼拜堂来举行，请同工拨时间来参加。第三项，古伦神父的讲道面对苦难中的愿望。时间是8月27，上午9点要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第四项，后礼拜是这个祖父母节的儿童的主日音乐会。咱伫后壁的所在主日学因要举办音乐会，请阿公阿嬷甲咱教会兄弟若有闲，拢会当去参加。结束了后，要来用餐来交谊。咱教会的圣经学校，今年秋季班要伫9月初3来开始，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圣经学校开课的内容伫下面，请咱注意来看。第六项，这个新学。礼拜日有下面这个活动，请咱注意看周报内底所写的团结消息，甲这个教界消息，请咱注意来看周报。过来是圣经，这个圣经公会总干事的就任，台湾圣经公会第6任总干事曾淑慧牧师要就任，到阮礼拜。伫咱教会是9月初2，早时10点到11点半，请兄弟若有时间，拢会当来参加。这时要请陈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咱今日有位日本来的人客，为这个田富和久先生，为伊去北国来。是日本基督教团的这个伊去北国路教会的会友吼。另外有这个王三顺先生全家太太甲囡仔，请拢起来好无？大家为哪口来？为哪口来？咱兄弟大家互相敬安一下吼。作为来吟圣诗，圣诗第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吟诗刷要请陈牧师来祝祷，会众请起立。
愿上帝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今仔日礼拜到这，别岛聚会。谢谢啊。